中度风台防风也咧变强，上紧明仔就会变做强度的风台，而且有可能会登陆台湾。气象署是表示，这风台的外围khu啊，加上东北季风，可能拜一、拜二就会开始落大雨，拜三风台上接近台湾。还未全熟了，已经较水啊。一粒一粒莲雾已经土地，全拢是果农的心血。南州的莲雾农真烦恼，因为莲雾当时成长期现阶段无法度做什么防台措施，若是防台失败，会影响真大。没有什么防台措施呢，就是期望它不要进来，因为现在大家都已经套袋了，都是进来的话会损失很严重。大家拢嘛看一半。镜头转到嘉义东石乡文港，迄边无用拖蚵仔坪甲固定蚵仔坪，另外布袋蚵仔笼也继续将蚵仔坪往港来刷动，希望尽量避免风台造成损失甲损害。可能个原来共加这个路线吼，原来真严重的啦，这变啊那是还佫唔知影，拖袂完啦，有偌济拖偌济。你无固定好就对啦，你时搞就对啦，伊佫乱七八糟。我无太讲去做。中东风台防风继续增强，气象署表示，风台上紧明仔有机会增强为强烈风台，有计伫后礼拜一再起发布海上风台警报，随后伫后礼拜二陆续发布陆上风台警报，拜三暗到拜四透早有机会登陆西半部。我们预计最快明天也有机会增强为强烈台风。周一、周二雨势也是最明显的时候。那预计在周三的晚上到周四清晨也有机会进一步登陆台湾西半部地区，包含中南部地区，甚至如果在北一点，可能桃园、新竹、苗栗也不排除有一些登陆的机会。不过，要特别注意的是，后礼拜一、拜二，因为风台外围环流甲东北季风强盘效应发挥，雨路上大，其中大台北山区、花莲山区甲宜兰有机会出现大水雨等级以上的落雨。环流大的台风有时候会比强度强的台风还要来得危险哦，因为它影响的时间比较长，那影响的范围会特别的大。气象专家提醒，虽然风台侵袭台湾的时，强度已经明显减弱，不过因为伊的环流大，加上佫有东北季风路南配合，所以各地风雨有望爱注意，民众风台袂当疏忽。公视新闻采访报道。